生气了。哇，丙总上来的这一个动作让他被驱逐出场，选择摆短棒没有点好。对，丙总要出来了。哦，有没有？我大概了解他的空间。就是说他这个球如果在界内，他碰到他的身体是出局，应该是出局。对，但是他好像是没有缩回来。对，他好像是没碰到哈。哇！追求高球的情况之下，看起来是被打到了右半边的方向，哇！直击全垒打墙，形成了一支长打。这个时候，打者上到了二垒，跑者上到了三垒。现在连超前分也上去了，而且依然是没有人出局。生气了。哇！丙总上来的这一个动作让他被驱逐出场。生气了。哇！现在引爆让统一狮队这边有点怒火。但事实上统一狮队这边还是领先的一方哦，真的要 hold 住，真的要 hold 住。所以如果因为这样子的话，那影响到比赛最后的结果就不太划算。是，不要自乱阵脚了。我是比较认为应该要这样子哦，不要自乱阵脚。当然，这个胜负很关键，对统一来讲会很火大，因为他一定认为每一个 play 都很重要。是。